大家好，我係冬至。上回講到，現代科學認為地球本來係一團能量，天地不分，就係我哋所講嘅混沌無極。後嚟經過一次大爆炸，呢次大爆炸之後，萬物就開始出現啦。開闢天地有兩種力量，一種叫做創造，一種叫做演化。演化要根據創造嚟做充分嘅配合。所以我哋就用乾卦嚟代表創造嗰股力量，而用坤卦嚟代表幫手創造嘅力量落實、適應同埋不斷演化嘅嗰股力量。呢個就係我哋成日講嘅乾坤配，佢可以適用喺好多嘅地方。中國人講無三不成禮，所以我哋可以話64卦只有三類。一類係純陽，就係乾卦；一類係純陰，就係坤卦；另外一類係有陰有陽，就係其他62卦。我哋可以了解到，就數量嚟講，乾得一卦，坤得一卦，有陰有陽嘅乾坤配會產生62卦。但係就價值嚟講，呢三類各佔1/3，可見乾坤兩卦就佔咗2/3。所以我哋先會話乾坤易之門，將乾坤稱作易學門戶，而易學嘅門實在太大，所以有兩扇，一扇叫乾，一扇叫坤。兩扇大門同時打開，裏面62卦全部呈現清清楚楚。呢個就係宇宙萬象。易經64卦睇落複雜難辨，其實好簡單。乾坤門戶入邊嘅62卦就係唔同嘅乾坤配，即係乾坤之間嘅62種變化同組合。所以要參透易經，首先要明白代表易之門戶嘅乾卦同坤卦。64卦係8卦重疊組合而成，所以曾仕強教授話俾我哋知，64卦就係8卦，8卦就係64卦。所以要打開乾坤之門，我哋仲要由8個經卦入手。咁8個經卦入面，代表天地嘅乾坤兩卦，同巽、離、兌、震、坎、艮6卦又有啲咩關係呢？我哋下集再同大家分享易經嘅智慧。